繼續進到新界現場，繼續88風采界後續報道，繼續來看到嘅係行政院陸委會為到嘅政治南推翻，因為冇拉開風采造成嘅嚴重性嘅問題，推動88零工專案，陸委會講總求超過23萬沙上工，不過實際上受災嘅民眾實係認為靠卡到年齡，也係在起矛頭，最近有固定嘅班呢，還唔會強調到呢啲問題，未會政府嘅合意減少動作。以下係寬電水桶變數戶外環境，以下又會整理檢房。88水災過後，小小指頭堡內溫泉區低度嘅飯店做臨時房屋清潔工，當然賺到嘅錢來打假房，不過洗頭唔係當然都有，想要賺錢行愛賭錯法。調工用要係按專業來做，就算1公園800元啊，你還要差唔多要2萬4、5萬用錢啊。迄套高雄縣綠桂體區嘅小小子去年是參加職訓區嘅南控班，本來希望多學一項術語，一方面做得天數重建家園，另外一方面做得增加收入。不過圖顯示生活地度一向唔係按順序。怪樹圖比南海來來去去千好吧，實際上台東地區去年圖88風災過後，咪可以怪樹家園相關嘅考察，是參加嘅學員講，結訓嘅30個學員地度，前面到相關條路嘅冇幾多誒。他一看到我們這個年紀，他就說：你回去等候通知。其實這個等候通知，我們心裡都有底啦，就是沒有的。為到仍然在起嚴重嘅聲音問題，行政院陸委會去年8月嚟才推出88零工專案，確保民眾來賺到嘅錢。背面職訓叫咩妥台東、高雄、屏東一條素材攀嚟鋼筋、表木、泥水一條營建技能類嘅職訓考察，希望搞民眾天數再起重建。所辦的這些訓練哈，目前大概有1000多人，他是受惠的。那1000多人受惠之後，他現在的就業率呢，大概是有5成到6成。短時間內想要學到一定嘅功夫，本單就冇按改。就算職訓單位指出參加嘅學員有一般客家嘅媒合力，唔過實際去到嗰片老台東一條素材探訪嘅結果，同在其負責重建嘅矛頭，單都有固定嘅合作班呢。正一流訓練結合唔多，民眾接上潛唔到條路，直至到政府本單嘅好意，前面看唔到成果。工商嘅東西吼，你咪較唔曉啦，學唔過樣學到皮毛添，唔係動力可以人才，所以你呢人哪個就識做，咩冇咁簡單啦。意思就會按用型啦，因為本身就唔係做按用型的條路嘅嘢。通常他在營建工程裡面，他是有他自己的班底，那你要參與這個不容易，所以變成說，因為那時候會開這些班，變成是基於他們的意願。那我們希望說，因為我要跟當地的市場的需求結合的這樣的一些職類會比較好。除咗營建類職訓考場之外，職訓區針對50枚班內手工編織、食品創作一條考場。不過學員結訓過後，將會以所學到嘅技術來落實，一單無碼嘅順序。不過係有人壓定牙堅，堅持用所學到嘅技巧，也係創意賺錢維持家庭嘅生活。叫我做這個馬克切，幾希望係可以有人買啊！也可以，他賺一點錢，買牛奶、尿布給小孩。從蔡小姐一樣希望用做手工藝品來賺錢嘅民眾，還有當多。職訓區咪回應，肯擺會繼續派相關嘅行銷考察，教民眾透過網絡平台來宣傳自家嘅作品，創造行得到管道來賣。雖然一場冇拉嘅風采打睇嚟當人嘅家園，前月也無奈來路，我記也掉係喺土雞十萬大兵，路線飛利畫出未來嘅生活藍圖。下個新聞綜合。